毕竟咱个冬天，一般用老米啊，咱这个网络，这个网络，尿不可怜呐，一条尿就是用口舌去描述出来。那我讲遐个一条尿，我讲袂出，这个尿是我讲袂出来啦，谁都讲袂出来，我全部都比我这个尿啊，这尿是尿不可怜呐。原来这有关形容直接形容，尿不可怜。现在我要讲很重要啊，说是地位不可影响，我不去服务行政，不当去理解，所以这有东西关键，所以依照我们现在许多言论讲，不含口头先提到，这种一般来说是就是两公司交代公司来然后进行分配的哈，所以这里面他们交代华为会担责。我们这边高纪律部有个配系和行政，所以机关尿不可怜，而且尿到什么程度呢？机关尿先取的该被他处理上行政，改正不可以申问啊，因为咱其他网络的料，咱就是这个网络对其他买的程度啊，是原始的。更保能力，然后不是真好，还是日哦。包这个东西，花完那个料，它是尽量这些，道地公某给住啊。所以你看完修的人的生意，其实这个给住，日自己啊，它是尽量做些相关都会来这些，这个好像太懂。所以很多机关都是这些利用生命给人员都去知道，所以其他玩家咱就是真正老师的道爱道，就是咱真正一个道道义有三不天子的人才，当天子的人才啊，这很久啊，因为其他玩家，咱你对其他玩家的咱天恩师的，因为咱家是当地行道场咱们这里听着咱们正面堂会，还有其他咱们台湾的代表有些事情，咱讲的啦教育用爱有其他话的人才当台湾。这种咧，将得什么咧？爱有其他话，一代表关系对我代表有分做。是消标准嘛？是爱与其他人太让各项事情常有，那你们很方便嘛？我老是说让你说知道，但是照理说啦反的那重要的是爱与其他人的太不对啦。因为代表有些是代表关于这种代表有分做，那我给他是那咱。这面堂的就是偏教，这偏教就是偏教啊。然后你拼的是什么？偏恩师的，偏恩主义的。所以老师常见到丰富为老说，你的一板张得百书，就进行灵威学啦，也会用摸面水样，这也算带回光。这个像三级国家开到这个很危险的，刚好这个情况。还有当时啊，我教给他们老师啊，这个偏东西的，这个东西的啊，华和的人啊，给他们看一下，光这个非常东西是客体，一个是那个是的，所以华为怎么当的？非常感恩啊！这东西还有三个瑜伽，一个是什么？天人师的。所以呢，我刚刚这个是学心经，所以咱家五月今年一个天人师给咱好这个规，所以咱一关掉，咱本身的师德都不一样的，在夸大的，再来讲，咱检讨完考察估计。上天保佑平安，
现在在电脑里，但是很多很多啊，给刚听啊，但是我画大字啊，好像不画不在我的身上就不觉得很怕，但是你看，刚聊完你回去我教我，所以妈妈有些地方你都不懂讲的，以前讲是世界大乱啊，世界大乱，互相也乱，咱们先做下，啊，地方卫生，动物科，保养，动物保养啊。那个是有一个在交往嘛，包括在上30岁啦，现在30啦，很多人很更新啦，对我不搞，给我方面嘛，烤肉要用火，你讲咩？我现在不会烤。人家会的，但是动作就这样，所以这个要对对来，最近新来首先很多人来啊，可能靠近我，或者啊改变。不给对年轻人啊，大后我在大后很关系。各位，这也积极开展加速等规啊，现在地方这个基本上不过，地方你到的现在你到。你高原的气道啊，再来的是八德通道啊，再来有天津爆炸，再来有泰国爆炸，本来我们这么讲，所以这一块呢，危险对啊，大部分说就是降低12倍啊，你看，看眼睛哦，应该应该光明我们不要光明应该好办法流血啊，流入啊，应该嘛是规定飞翻，搞对了，地方做很重，自己敢动，天老飞了，天楼是往下，下好要跪，有办法跪什么？在你俩地下也跪，那有上面可以按手上面讲，手上面有年，手上面。但是呢，这是一个咱来考啊，当放心上帝的放心，口下能放生，上面就放女生，就是这样讲说的。所以前面一个我们的一堆来上下来，正面可以简单，上面简单。那我们其他考他一级呢，上面都有简单。个别计算嘛，考试中要看个题，关于内部来留意，考试开始分组，拿出来有方向，让他这个标他不仅有教学集合的那个怕黑只靠票，怕有讲永会生，怕欧最简讲。怕被讲的更多，为应接好精神的怕的不心愤。关于内心当然那部分喜欢呀，然后我当时有整理，但是那两个直接他查不上来呀，但是那么一般还是麻烦。这两部分喜欢呀。你好有看皮的，他会这样，那我看，那给听到了是这样，包括这个是嘛？那么那这个是说的是问题，我是哪呢？有啦，你不拿我东西呢？我们有这样，第一个是根本，叫我练习有基本，所以他呢。只靠价，只靠价，可以对对嘛？怕因比价，永会先分赃，分赃，那我要讲永会啊，有很多厂家去不要，怕最小，绝对多少人记得吗？这个东西还真正啊，他目前，像这种他们。
这个嘛比较有人吼自己要爸爸妈妈都嘿，对，你用呀，吼，我是怎食怎食，吼，怎用怎食，我啦吼。为什么？以前也是用，就是相对普通的，有关的。所以以前咱讲，咱哪个中国古都有一定的经验，有一定的经验，所以呢，靠语句容易而已。怕被人家讲很高，咱这个小屁股的人嘛，那老师是希望呢，小屁是不小心，大屁是有原因的。一有原因关系的这样，所以呢，因为有些好形成了差的因子进行分，而且还听到什么？你知道，那差的这因子进行两个因为呢，咱你像小天标的五官了。那做一个见证，三个月做一个见证，三摸五米关，像那三中心米关了，五公里，三摸五公里，咱前面是不讲这种呢，这两个做见证，所以在这里面是哈，所以在这里会当中，他有强调所以，咱人家咱这种公路光后人国心，用经济不尽致的天天在讲话不了，因为老人国心，那思想细节已经完全被紧张过，一紧张过，华这个做一个见证了咱那里面的非常好。伊当时他的情况是，以前的刚才嘛，当时他是情况完了，情况完了，完全就是我的他的情况就是但是呢，东西跟这个我嘛，东西是他们还有情况完，但是呢，我完全对自己的。最主要有到底开的，我到底干脸嘛，很高，两方面都很好基础也不管啦，所以也挂掉，你起码后面人家不能讲，这个一起不然家，你知道然后这么大的他的情况也更你可能。这大家有呢，这个活动他们很多，他们不知道的，这一年活动的，但是呢，到了按照我给自己的情况，我给谁拿回来谁，谁拿回来谁就对了，当然挺好了，挺好了，但是机会，我想要因为这两个主人但是因为你讲的是对你讲情况情况，其他不行因为你讲的是其他的讲，刚刚讲的，但是听好了记得要做到在无意中在某些情况，他们这种东西当然是安东西希望去变的。你更没了自己怎么想的安装有，所以年轻人按照你的有这个看法要给他克制，都克起来了。最好看的话，已经光说话的话，但是呢，一直讲是然后自己已经这个看有这里挂上去，这里那样克制。所以这个影响当中呢，要一